以赛亚书54章10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是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了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了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也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了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生命记5章7节说，我们一起来念：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不可为自己雕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或侍奉，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憎恶我的人，我要惩罚他们，甚至到3世代的子孙。但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甚至到1000代的子孙。不可滥用我的名，凡滥用我名的人，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惩罚他。要遵照我上主你上帝的命令，谨守安息日为圣日。我们一起发出赞美的祷告，赞美神，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人，更认识上帝。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是我们使命，你是我们的主神。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我们恳求你，让你的爱，让我们知道你的本相，按照你的本相，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来敬畏你，真理的真理敬拜你的要有心灵的诚实。我们来敬拜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真是福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主。下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给我们有这个恩典，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出宝血，也让我们能够凡
接纳主耶稣的人，我们就称为上帝的儿女。谢谢主，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我们没有盼望，在我们没有这样的福分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要奉你的权柄来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来口称阿爸父。当我们口称阿爸父，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到你的面前，领受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怜悯我们，你是慈爱，你是公义的主。我们赞美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我们赞美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主啊，你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主。主，你是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使我们仍有平安的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主，你知道我们的道路，你掌管万有，并且主，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你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透过祷告行使基督徒的权柄。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活出主你的心意。主，谢谢你带领我们透过祷告再次聚焦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我们更深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属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上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伸到你面前。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
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到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直升到你面前。出埃及记说，我们一起来念。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是神圣的民，是侍奉我的祭司。这样，法律成为我们的监护人，指引我们归向基督，目的是要使我们因信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感谢神，使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子民，也带领我们可以领受他的爱和他的约。他光照人们，也赦免我们的罪，更是降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继续来念。那时以色列没有君王。我们也来到神面前，献上认罪悔改的祷告，因我们不尊主为大，因我们任意而行。我们同声开口来到神面前祷告。主是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献上感谢，主你是保守我们，所说今是恩典，主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因着信你使我们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圣者国度属神的百姓。主啊，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主能够来服侍你，能够来敬畏你。主啊，你赐下这一条管道，施恩赐福的管道，我叫我们能够随时开口，能渴慕来遵行你的道理。你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有活命，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能够遵行。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因信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属神的百姓，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条道路，说我们原本不配的，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主，我们借着敬拜赞美，我们能够揣摩你的心意，也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心中离弃你的时候，没有神你在我们心中掌权，没有你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掌权的时候，我们就任意而为，我们照着我们喜欢的去做，而你所喜欢的，我们可能不去做。求你来洁净赦免我们，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你，好叫我们讨神喜悦。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让我们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主啊，你让我们不把那有罪的当作无罪。主，你更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被圣灵来提醒，被圣灵来教导，让我们的生命或向左或向右，都因着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赦免，有主你的公义，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这公义是你付上代价，使我们这行事愚顽，使我们行走自己的路，使我们在那偏离的轨道上仍有回头的机会。谢谢你出于你的恩典，主啊，出于你的话语，出于你的信实，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在主的手中来落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向你承认我们的有限。主啊，人性真的如4世纪读来，一路上都是主你的同在，都是主你的恩典。主也让我们持守这重价的恩典，不将这些恩典轻视，也不小看主你的作为，更是定睛仰望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主你也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颗能够顺服主你心意的心，好叫我们所行走的道路，
虽然在人看来是充满挑战困难，但在主你的里面，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一次一次的看见主你的信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剩下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着你的喜悦，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神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
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神说大大张口，他必大大成就。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你所看见的需要来祷告，为你心中所忧虑来祷告。我们同声大大张口的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你春雨降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缺乏，求你春雨就降临在这块土地。主啊，让我们缺乏的因着你成为这地的主宰，成为这地的牧者，成为台湾的牧者，供应下来。主啊，你知道台湾需要你的平安，台湾需要你的医治，台湾需要向你来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大大来向你来张口，怜悯这地，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主，我们欢迎你，我们心里邀请你做我们灵的主，让我们能随时能够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大大张口，大大祈求，你就大大充满，大大的应许下来。谢谢主，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来掌权。因为这个世代给我们是歪曲的价值观，这个世代给我们是惊恐害怕的消息，这个世代给我们是错误的决定。求主在我们魂里面掌权，让我们有属神的思想、属神的情感，就是充满盼望的。主啊，让我们有健壮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掌权。我们要靠主能够成为健壮的人，好被神你来使用。在现今这个歪曲悖逆的世代，你兴起你的教会，你兴起你的百姓，起来站在那破口的地方，我们来守望，我们来祷告。我们看见人心惶惶，
我们看到疫情一直在升温，主啊，我们看见人的软弱，人的无能，是因为离弃了你，所以我们要回转归向你。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祈求，来代祷，求你启示我们如何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站在哪一个破口当中来守望，让你的恩典降临，让你的医治降临，让你的供应再次降临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来祈求。我们一起用申命记11章22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来宣告上帝的话语。你们要谨慎遵行我颁布给你们的一切诫命，要爱上主你们的上帝，实行他一切的命令，对他忠心。这样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他要驱逐各民族，使你们占领比你们强大的民族的土地。你们脚所走过的土地都要归你们。你们的地界将从南边的旷野延伸到北边的黎巴嫩山脉，从东边的幼发拉底河扩展到西边的地中海。你们无论到哪里去，上主你们的上帝要照他的应许，使你们所向无敌，人人畏惧你们。我今天把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由你们自己选择。弟兄姐妹，我们要再来哈，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神所要的是这个国家、这个百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特别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从妈祖的绕境那时候开始，我们看到神他的同在就离开，我们要恳求神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就好像以色列百姓没有王，代表没有神在他们当中，他们就照着自己的喜欢去行，所谓的任意而行。这是因为心中没有上帝，所以最近我们在看士师记，都是一直在重复以色列当中没有王，表示他们这个王是指耶和华上帝，他们离弃了上帝，他们心中如果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灾难，看到这一些的败坏堕落就在人的当中。最近牧师在准备这一些的迦南之声，一直在反复看这一些的经文，都是一直重复人的败坏是因为没有神，所以光明之子变为黑暗之子。我们恳求主来怜悯这个国家，拜偶像就是让神离开，没有同在。所以我们恳求神再次使我们回转归向他。本土的疫情一直扩大，没有什么意外，因为人远离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站在破口的当中，求神来光照我们，回转归向他，让这地的百姓不因离弃上帝去拜偶像，使灾难一直扩大。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止住这一些的扩大的疫情。今天我们看到28420例本土，可能我们一直看会心一直惊。我们恳求神赐下他的平安，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降灾祸，而是给我们平安的意念。
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也定说，超过80岁，你确诊才可以有住院哦。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让我们在整个医疗物资或者是这一些的病房都能够足够，也让我们的外交国防，特别是这个疫苗，让大家都能够有好的施打。我们恳求神，让他的平安能够代替现在我们心中的恐惧。特别我们也看到乌克兰继续在那种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神柔软普丁的心，那个邪恶的心能够放下。恶者是人攻打人，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在末后的世代，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让我们谨慎来面对。特别也让我们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来面对两岸的局势，面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通膨的压力，生活受到一些经济的冲击。我们恳求神来施恩怜悯，兴起更多的基督徒站在这个国家可能拜偶像的破口、淫乱的破口，这一些混乱或者是这一些内部不合一的，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线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百姓来祝福。主啊，让我们的百姓能够离弃偶像，能够回转归向你，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敬拜偶像是得罪了你。主啊，你的恩典就离开，这些的疫病就一直的增加。求你怜悯我们这地百姓，不知道敬拜你，用人手所造的这一些的牲畜的像，或这些大自然像来敬拜。求你来施恩怜悯，在这个世代，求你也让我们在面对这样两岸的局势，面对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敌人，我们恳求神施恩赐福，赐给你的百姓有智慧来抓住这样的永恒的应许。也让我们这执政掌权的知道如何因应，特别是在我们整个医疗物资面对逐渐升温的这些的疫病，我们恳求神给我们的掌权者有智慧来施恩赐福在这地的百姓。父神，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的主，万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奇妙的作为。你真伟大，你配得我们的赞美，赞美荣耀主耶稣，充充满满地向我们施行慈爱，与我们同在。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来到你的面前，蒙恩惠、得怜悯，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主耶稣，你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我们。一切从世界来的，不是神的心怀意念。求主你赦免台湾的百姓崇拜偶像的传统文化，赦免台湾相信虚假崇拜的偶像的罪，挪去偶像带来的谎言、瑕疵、黑暗权势。求主你宝血来归向主耶稣基督。主啊，近日疫情的升温，确诊病例连日的破万。求主你来保守疫情能在主的怜悯恩典当中，病毒尽早的离开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也求主事务指挥中心和各县市的疫调匡列，也帮助全国的百姓进行防疫，人人负起防疫的责任，以杜绝传播链，使得疫情能够有效的控制。求主怜悯乌克兰所发生的战争，许多的苦难悲剧都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求主使公义和和平临到当中，更求主掌权，使战争止息，百姓得享平安。愿周边的国家和教会对于逃出乌克兰的难民给予身心灵的安慰与帮助。
求主成为乌克兰百姓的避难所、力量，以及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掌权在两岸关系当中，求主你亲自出手护卫在海峡两岸的局势，祝福两岸主政掌权者所做的决定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求主啊，帮助在疫情当中产生经济所苦的商家与人民，在疫情的影响没有收入，求主与他们同在，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为主顾念他们。主啊，借着这个肺炎的疫情的危机，求主的灵也开启，使人去思考生死、生命与死亡，渴望真理，认识主的爱。在疫情的期间，求主保守我们用祷告的心，在职场、家庭唤醒未信主的沉睡的心灵，持续的传播耶稣的爱与救恩。在疫情的期间，教会做好防疫、救助、传福音各方面的预备，成为主恩典的出口。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为这国家、土地、百姓来守望。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哦。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用主的话来宣告神的应许赐福，要在遵守他诫命的人身上来充满。我们一起来。如果你们服从上主你们的上帝，实行他一切的诫命，他要照自己的应许使你们做他的子民。天下的人看见上主拣选了你们做自己的子民，就会惧怕你们。上主要在他向你们的祖先应许要赐给你们的那片土地上，使你们多子多孙，五谷丰收，牛羊繁盛。他要打开天上丰富的仓库，按时降雨滋润你们的田园，使你们的事业蒙福，使你们富足有余。你们可以借给别国，而不必向别国借贷。感谢主哦，这是神的应许哦，在他的子民当中，如果你谨守遵行哦，听命于神的话语，那这样的一个福，这样的一个命定哦，就要在我们当中。所以《申命记》28章1到14节，其实也包括我们全人的生活当中哦，包括食衣住行，你的工作、你的生财工具都要被祝福。比如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要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你要有借贷人，但是不用向人借贷。哇，这些的应许哦，都是让我们来做宣告的哦。让你在宣告的过程当中，在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哦。要给我们的，你拿得走吗？你遵守神的话语，你就拿得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渴慕领受圣灵，圣灵要叫我们明白真理，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真理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在哪里，怎么样去得着。所以人人都要成为基督的精兵，为福音大发热心。我要先邀请大家，先为这一点，为领受圣灵的能力充满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渴慕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来宣告，主，你所应许的圣灵就要充满在我们身上，充满在你的子民，充满在你的教会。主啊，充满在凡渴慕你的圣灵的人。主啊，我们奉你名宣告你的圣灵要大大来充满我们，充满你的教会，充满每一个
大大张口的人。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的同在，渴慕你所应许的圣灵，因为圣灵来要指教我们，指教我们当行的路，指教我们能够按照神你的真理心意来行。主啊，谢谢你，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真理要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应许。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要继续为了我们教会的49号还有隔壁的33号的装修工程能够顺利，我们看到已经一直在进行哦。那不管是这些水电哦，各木工等等，都是每一天哦都在进行。我们恳求神来赐福，让王福音姐妹她所带领的工班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不受影响。也能够让他祝福我们特别祝福这些工人让他们做上帝的圣殿是更用心的是他们用心，神就赐福在他们当中。要主，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也让我们真的是共读、共求共行、共享。在神的话语里面会看到神的灵充满，也看见神的道，因为圣灵会指引我们当行的路，也让我们享受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爱里面那我们透过门训装备，为的就是什么？这些装备都是为了要得着这些世上的灵魂所以让同工、让弟兄姐妹有渴慕、愿意受装备、谦卑受教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恳求神也兴起这世代的儿少青这些年轻人要被兴起来，不是只有在那边打手机不是被这世俗所掳掠。我们要这些孩子要成为什么？基督的精兵我们也为了这些的孩子他们在学测或是这些的统测之后，他们知道人生的方向道路。也在整个工作的转换当中让他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靠主，然后全力以赴我们恳求神来兼顾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不受疫情的影响。我们确实看到这些的疫情影响到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是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不受影响，特别是在我们的奉献，在我们的经济上面，我们依然要怎样？依然要领受神的恩典。刚才那段的经文就是要赏赐给我们，所以恳求主来兼顾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知道蒙福的秘诀在哪里我们为着这些身心灵受苦的、失去亲人的这些的伤痛的，我们奉主的名求主安慰，与他们同在。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了这些的弟兄姐妹，这些的肢体，特别为他的教会，在做这些赢得灵魂的事工的时候，说没有这一些的阻碍，我们奉主名来宣告主的应许与他同在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神。主啊，没有人能认识，不借着神的道而到主阿爸父的怀抱当中。主啊，你是智慧的神，也是富足的神，不加上忧虑。主啊，我们要时时思想主你的话语，思想主你的恩典。你要叫我们学习主你的圣洁，学习那恩典，那丰富的主耶稣，你是丰富的神，你也是我们生命的神。主啊，你说我们的眼目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不靠着眼目，我们就靠着信心，靠着顺服神，靠着主你所教导的话语。主耶稣，你是那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啊，你也是我们得神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没有人不借着你的
恩典而能够得福。主啊，谢谢你，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一颗顺服的心，还有学习的心。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恳求主耶稣，你在我们的所有的服事事工当中，主你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信心，在我们服事的当中，要祝福许许多多的人，还有为教会的事工，我们也愿意努力的做。但是主耶稣，你要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你是那充满力量的。我们时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主，你要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信心。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主耶稣，你要刚强壮胆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为我们的那个肢体，主啊，我们虽然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有肢体的软弱，但是主，你要给我们，你要怜悯我们的心，我们软弱的心，使我们刚强壮胆。主啊，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为国家、为教会祷告之后，我们也要宣告神在他话语里面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宣告《申命记》11章13到15节，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一起来。所以你们要谨慎遵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诫命，要爱上主你们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他，这样他就会按时给你们春林秋雨，使你们有足够的五谷、新酒、橄榄油和供应牲畜的草料，你们会吃得饱。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电视新闻在报道可能会我们的雨水会缺乏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供电嘛。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在宣告神会按时降他的春林秋雨，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五谷、新酒，还有我们的农产。愿神来赐福在我们当中我们再一次也在用罗马书7章12节来宣告。来，摩西的法律本身是神圣的，法律的命令是神圣、公平和良善的。凡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耶稣说，那听见上帝的话而遵守的人，才真有福呢。我们要一起站立我们来回应神的应许，透过他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话语里面太多的应许用信心来支取吧。让我们真的是用信心来支取，进入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道路、恩典的道路。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子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剑刻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
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山因为你挪开，大海又露出来。阿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拍手将荣耀归我们一直都在的耶稣。谢谢耶稣，你一直都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彰显上帝与世人同在的主。感谢赞美耶稣，十架的救恩使我们有盼望，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有永生。你所赐的圣灵叫我们知道何去何从，叫我们知道走在你恩典的道路。谢谢主圣灵帮助我们，随时督责我们，保护我们，不偏离神的道，不偏离上帝的诫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出入平安，让我们在这疫病严重的时候，我们依然心中存有盼望跟平安。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要由心来发出。所以谢谢主，我们宣告你的平安就在台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请坐。